Zimon leje kongkongsa.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. Nga lo de yi. 俺你做也，罗主错，妹妹凌晨呢错他些吧呢，今日来去云接你去的哦。俺去罗本生节接他些吧娘的记得。罗主错，俺去写一个罗公节呢，带领个努点做了罗用些些。鲁本县饮血神托，对恰， 《鲁滨孙漂流记》上。第二天，太阳出来了，海面上也平静下来。等到潮水退了，鲁滨孙看到那翻了的船有一半浮在海面上，离岸并不远，他就找了一些木头做成木筏，划到船边。在船舱里，鲁滨孙找到很多可以用、可以吃的东西，陆续搬到了岸上，还带回没有淹死的一条狗、2只猫，这使他在凄凉中感到一丝安慰。更有趣的是，他在破船里拾到许多钱，但钱在孤岛上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在首先需要一个容身的地方，以避日晒雨淋。鲁滨孙走遍荒岛，在山坡上选择了一块有水源、有树荫，又可以防野兽的地方，用木头和船帆搭起一座简陋的帐篷，那儿可以看到海面。他希望瞧见过往的船只，以便请求救援。鲁滨孙在岛上定居下来，过着寂寞的生活。他没有更高的要求，但是货船上搬下来的食物很快吃光了。要想活下去，就得想办法。年人吧，你们下兄，从我领教神经的，从那月节，鲁滨孙节，新为执行的通，写个早错卡印的啦，村长东讨人家面，可以新恰在呢，新着最的，执行如是送。鲁本生节，这看农年学特把东，萨特别安保蒙不呢，日日人村长的下季，大东切没比切几东，希腊年小车的团，这里小农村呢，可拉三所中上一天兄，这里给着希腊，可以这桥村呢，国母蒙不呢，年用慢慢凌晨一年人同这些月的，大大图嘛，年下东，恰木拉有钱。乔萨电萨一错个别，鲁本县慢慢凌晨节修个了大的送，热的一年，吃到东北这是电萨，现在用过特别那个在呢，新恰东有木年节，他交给个一爸爸，可先生，年的年，从女通的啦，盼着从个执行通了，入学写进白把大的人呢，鲁本县节凌晨定的一家年，开中生不有错着。后来，热对前不妹妹，这叫的你我为啥嘛？就把啥才为？该是算的呢？你把的他很错的。个人的拉蒂查节，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大这些。畏惧、也罢，简陋。他叫。鲁滨孙走遍荒岛，在山坡上选择了一块有水源、有树荫，又可以防野兽的地方，用木头和船帆搭起一座简陋的帐篷。鲁滨孙慢慢凌晨节修更了大的松，热的一年，吃到东北这是电萨，现在用过特别那个在呢。新恰东有木年节，他交给各一半。但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词语解释：畏惧，畏惧就是描述害怕的状态。一把呢，传统行为的。简陋，简陋就是指简单粗陋的状态。他叫几把呢？大的心，年也比的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
丹尼尔·迪福（1660至1731），英国小说家，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，被誉为欧洲小说之父。出生于英国首都伦敦，父亲营屠宰业，因此转而选择了经商。他广泛游历，经商也很成功。在此期间，他成了家，开始了养家糊口的生活。步入古稀之年的迪福，为了避债，不得不隐藏起来。他在伦敦老城中心的西地租了间房。1731年的一天，伦敦信使报刊登出一条消息：星期一傍晚，著名的丹尼尔·迪福在林卡纳特林荫道自己的寓所里于暮年逝世。俺亲娘的，他念沙巴地座下用这些。畏惧、写法、简陋。他叫鲁滨孙走遍荒岛，在山坡上选择了一块有水源、有树荫又可以防野兽的地方，用木头和船帆搭起一座简陋的帐篷。鲁滨孙慢慢领着这修根了大的松，热的一年，就当东北这省点啥，现在用过特别那一站呢，新恰当游牧年节，他交给各一半。老主错，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选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老主座，我个家一弄，也把一笔他捏的工人。B 畏惧，连地所，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今年的带领个龙菜奴的用下经典啊。第二天，太阳出来了，海面上也平静下来。等到潮水退了，鲁滨孙看到那翻了的船有一半浮在海面上，离岸并不远。他就找了一些木头做成木筏，划到船边。在船舱里，鲁滨孙找到很多可以用、可以吃的东西，陆续搬到岸上，还带回没有淹死的一条狗、2只猫。这使他在凄凉中感到一丝安慰。更有趣的是，他在破船里拾到许多钱，但钱在孤岛上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在首先需要一个容身的地方，以避日晒雨淋。鲁滨孙走遍荒岛，在山坡上选择了一块有水源、有树荫又可以防野兽的地方，用木头和船帆搭起一座简陋的帐篷，那儿可以看到海面。他希望瞧见过往的船只，以便请求援救。鲁滨孙在岛上定居下来，过着寂寞的生活。他没有更高的要求，但是破船上搬下来的食物很快吃光了。要想活下去，就得想办法。老主错，带领个路者从的人就建议，打出马demo起demo。